年企业，树百年品牌。广西金嗓子集团是全国制药行业的优秀科技型企业。2017年11月，金嗓子荣获中美品牌战略论坛世界知名品牌殊荣，同年荣登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潜力企业榜。2019年，金嗓子获中国医药工业中药企业前100强称号，充分显示了全球市场对金嗓子品牌的认可和肯定。广西金嗓子集团积极响应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坚持致力于海外市场拓展，至今已与全部东盟10国签订代理协议，出口美国、日本、俄罗斯、阿联酋、欧盟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52个国家和地区。金嗓子与当地经销商结成了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培养了一大批海外金嗓子消费群体，为中国制造扬名海外奠定了广泛群众基础。2018年起，集团陆续在淘宝、天猫和微信商城开设金嗓子喉宝旗舰店，新增网络版金嗓子喉宝系列产品及多款新产品，布局线上线下，拓展新零售模式，打造了一个高效完善的分销体系。